成語懸梁刺股，這是一個用來形容人發奮苦讀、刻苦自勵的成語。這個成語結合了兩個歷史故事：東漢孫敬用繩子把頭髮綁在屋梁上，懸梁，以及戰國蘇秦用錐子刺大腿，刺股。兩人皆透過極端的方法防止自己打瞌睡，以繼續讀書。東漢時期的孫敬，年輕時勤奮讀書，因為讀到很晚，非常疲勞而經常打瞌睡。為了不讓自己睡着，他用繩子把頭髮綁在屋梁上。只要頭一低想打盹，頭髮就會被繩子拉住，痛得立刻清醒過來繼續讀書。戰國時期的縱橫家蘇秦，他早年遊說秦王失敗，失意回家遭到家人冷落與嘲笑，他深感刺激，於是翻閱大量書籍苦讀，讀到深夜想睡覺時，就拿錐子刺自己的大腿、股，血流到腳上，藉由劇痛來保持清醒。成語形容意志堅定、發奮圖強、廢寢忘食地刻苦學習。例句：他為了準備國家考試，每天圖書館開門到關門，展現出懸梁刺股的精神苦讀。